哋咪無懼風雨啊！冇人走過啊嘛？就算擔遮都企喺度係咪啊？好，我哋唔嘥時間啦。嗱，接落嚟呢位咧就係全場最 top 嘅候選人，覺得鄭松泰。中港區隔，城邦自治。小弟係陳雲，4號新界東4號候選人陳雲。我主張要永續香港嘅基本法，為咗保障下一代，為咗保障大家嘅資產同埋安定嘅生活，支持小弟陳雲入立法會，發動修改基本法，使到我哋嘅基本法可以得到永續，使到一國兩制可以持續推行，令到香港繼續繁榮，復興香港，再現輝煌。小弟係陳雲，4號新界東4號候選人陳雲，多謝各位。好嗱，頭先我甩咗 Q 啊，我因為望唔到阿國師喺度啊。嗱，隻金翅大鵬鳥喺度，大鵬金翅鳥喺度浮現緊出嚟㗎。嗱，國師嗱，最緊要一樣嘢咧就唔好俾佢揼親啊，所以咧就麻煩有啲義工同佢擔把遮上嚟一路。國師你上得嚟㗎啊！大家合十，恭迎國師。嗱，各位陳雲嘅即係呢啲義工啊，企喺後邊。4號陳雲。多謝各位。頭先嗰段聲帶咧，我就係特別係用一啲懷舊嘅聲音嚟錄嘅。呢個就係我哋香港喺60年代、70年代嗰種嘅香港電台廣播嘅音。呢個佢唔係廣州嗰種西關腔，亦都唔係我哋香港一般城市人講嗰種平淡嘅粵語，而係介乎兩者之間啊，即係話西關腔同埋一般嘅平淡粵語之間嘅廣東話，咁嗰個係使到形成一種正式，但係佢又並非來自廣州，亦並非來自香港嘅民間，係一種我哋香港做出嚟嘅、營造出嚟嘅正式嘅廣東話，但係佢亦冇用立法嘅方式嚟做。只係喺電台用一啲受過廣東大戲訓練嘅播音員講出嚟，用潛移默化嘅方式，使到香港喺戰後一班原居民、一班喺港島嘅普通嘅世家大族，或者有啲係以前販賣鴉片留低嘅人，有啲係喺東非、喺印度、喺南洋被擄走嘅一啲嘅奴隸，經過澳門再嚟到香港，跟住喺香港島做一啲譬如警察啊、譬如看更啊嗰啲咁嘅，所以我哋稱之為南亞人，實際上係一種混血人。咁此外就係喺戰亂嘅時候，由中國大陸嗰邊嚟香港嘅廣東、福建同埋其他北方省份嘅華人。另外一啲係喺東南亞，即係南洋一帶，喺二次大戰之後，因為共產政權紛紛成立，喺蘇聯嘅資助之下，各地產生所謂紅色革命而逃離香港嘅華人。呢一班人就係喺以前嗰種殖民地政府營造嘅廣東話之下，一齊接受資訊，一齊接受現代化。呢個係痛苦嘅過程，流離失所，但係亦係令人安心嘅過程。大家聽到頭先嗰段嘅粵語廣播，就會知道我哋香港係咁樣形成嘅，係咁樣形成。喺97之後，香港電台放棄咗呢種粵音，放棄咗呢種粵音，嗰就係北方政權已經統治香港。佢哋提倡普通話，香港嘅粵語佢哋由得佢係再次流離失所，
一係變成民間嘅語言，一係變成一啲懶音，冇人係將佢提升去官方正式嘅地位嘅語言。頭先就係講出聽咗我自己嘅，算係刻意營造嗰種嘅廣播音調，係想講出俾大家聽，我哋香港形成嗰個痛苦過程，一班原居民，一班港島嘅世家大族，一班被東印度公司喺遠洋老協而嚟澳門、廣東、香港嘅南亞人、南亞裔人，一班喺南洋遭受赤色政權迫害，有啲返咗大陸，有啲係再偷渡嚟香港嘅南洋華僑，另外當然係一大批嘅逃避國共內戰、逃避呢個日本侵華、逃避紅色政權成立嘅政治迫害而嚟香港尋求庇護嘅大陸難民，一大堆人，我哋喺香港生活，形成咗我哋嘅命運共同體。呢個係我哋香港建國嘅基礎。我哋嗰個5區公投全民制憲重新立約中港區隔，整個運動嚟到依家，我哋由4月份、3月份開始宣傳，一路嚟到依家接近成功。接近成功嘅時候係非常危險嘅時候，因為接近成功嘅時候會有人搶奪我哋嘅議程，將我哋驅趕喺議會之外。喺做呢個永續基本法嘅策略嘅時候，我考慮過2種方法。一種方法係採取一般泛民嘅方法，反共，靠近中產，靠近普世價值，跟住用鋪天蓋地嘅宣傳，用明星，用名流，用模仿成功者，之後進入議會結交盟友，或者係我哋有足夠嘅席位喺議會坐穩席位嘅時候，先至提出永續基本法。嗰陣嗰個成果就會牢固咁掌握喺一黨一師嘅手上。呢個第一種方法，陰謀家野心家嘅方法。第二種方法係公民民主社會嘅方法，極之辛苦，由基礎做起，中途歷盡艱辛，期間會有人搶劫，有人模仿，有人滋擾。呢個就係將永續基本法擺喺民間，廣泛宣傳，用演講，用網台，用街站，用文宣，用我哋嘅造勢大會。我哋造勢大會係講內容嘅，用呢個方法喺民間散播永續基本法，做政治啟蒙。係一堆俾港共、俾港英以前嘅英國殖民政府，俾泛民整到政治麻醉、有錯誤意識形態嘅一群香港人喺入邊，將佢哋啟蒙起嚟，使佢哋覺醒自己嘅前途，覺醒自己嘅族群主體，覺醒到自己手上擁有嘅實然主權。之後勸佢哋出嚟參加義工、拉票、投票，呼籲之後一群人支持5區，喺5區度將永續基本法成為投票嘅主題。之後以得勝嘅席位、得勝嘅投票率顯示公民嘅支持，對呢個議程嘅支持。再用呢一種支持度入到議會，遊說又好，脅迫又好，叫盟友支持。所謂盟友係被逼嘅盟友或者自願嘅盟友，只有喺海外遊說，之後向北京遊說，之後達成永續基本法。呢個係由政治啟蒙、人民嘅對公民嘅尊重，之後用一票一票咁樣贏返個支持度。之後入議會，
遊說有黨，遊說國際社會，遊說中國政府，之後做到重新立約，將我哋手上嘅實然主權50年期限嘅實然主權化作永久嘅自治權，永久嘅自治權形同獨立。好，因為永久嘅自治權係使到中國政府將所有香港呢個城邦能夠行使嘅主權都賦予咗俾呢度，而且係永遠唔會攞返。無論中國政府強弱、民主也好、獨裁也好，佢都要承認香港嘅自治權。當然中間有各種嘅交易、合作、諒解、衝突、矛盾，但係香港嘅自主權穩定咁保障咗落嚟。呢個特別係喺當中國進入之爆，佢嘅領導層不穩、紛紛外逃嘅時候，香港必須要做嘅一步。呢個係我哋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嗰個意義嘅部分。而家有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喺推薦呢個全民制憲5區公投重新立約城邦自治嘅運動嘅時候，由於大部分嘅香港嘅公民仲未整體咁樣覺醒起嚟，所以必須要有之以利。而呢個利當然係正當嘅利啊，並非係徇私枉法嘅利。正當嘅利就係我哋賺翻嚟嘅嘢，我哋要保持住，唔好俾政府攞咗，亦唔好俾中國攞咗。我哋辛苦賺翻嚟嘅嘢，無論係用智力、用勞力、用投機賺翻嚟嘅嘢，都要牢牢咁掌握喺我哋手上。我哋嘅產權就係我哋嘅自由嘅保證。呢個係近代現代社會嘅立國嘅基礎，就係保障用法治嚟保障自由產權。喺自由產權之下，我哋實踐我哋嘅自由。我哋唔會俾我哋嘅產權俾一個政府攞咗去，藉住各種嘅藉口攞咗去。無論係稅收或者係福利，特別係福利，萬惡之源。救濟係可以嘅，救濟係善行之源。而福利即係當救濟當咗係人權咁嚟處理，以立法、以強行嘅捐獻、終身嘅捐獻、強制嘅財政捐輸而俾嘅福利，呢個係傷害自由。不過呢個係題外之話。我哋香港嘅產權到目前為止無可奈何嘅係我哋嘅樓房物業。樓房物業方面，由於有中國嘅經濟衰退，樓市會受衝擊，呢個第一個因素。第二個因素係2047嘅期限，令到長期嘅銀行按揭，即係話30年嘅銀行按揭無法批出，或者係以冇風險嘅方式批出。呢個係會影響買樓或者係樓市交投。樓市交投比較緩慢嘅時候，會形成資金流轉不足，呢個影響香港嘅經濟。唔需要理會入邊嘅啲道理㗎，有啲人聽得明係得嘅，聽得明跟住投票就得。咁跟住就係2047嗰個中國接管特區政府，跟住中英聯合聲明失效，咁跟住當然好多反對呢個永續基本法嘅一啲嘅泛民嘅細小黨或者係商界嘅細小黨，佢話基本法冇年限㗎嘛。2047之後依然係由特區政府係自行批地嘅，但係佢哋當然係會喺2047年之前賣咗層樓套現。個原因係2047年之後，個中國政府係直轄於國務院之下，或者係中央人民政府之下，佢可能會頒布人大可能頒布好多嘢，取消咗基本法，或者有新版本嘅基本法。
而呢個唔係會喺2047發生嘅嘢，而係佢會係倒過嚟 work backward， 影響嚟緊嗰幾年嘅國際信貸同埋樓宇信心，而呢個會動搖我哋樓房資產嘅價格。而期間如果咁啱遇上金融風暴、金融追擊嘅話，加上信心嘅衝擊、法治前途嘅不明、撤資等等嘅威脅，心理因素嘅作用會好似97咁樣嚟一次金融風暴之後有負資產，大量嘅負資產出現。所謂金融風暴或者負資產並不是我哋受苦，當然受苦啦，而係我哋嘅錢俾人哋打劫咗，而呢次嘅打劫好可能永遠都翻唔到轉頭。我哋辛苦累積嘅財富，犧牲家庭、犧牲健康得翻嚟嘅財富，擺一層樓嘅財富會俾人打劫咗。故此，當提出呢個永續基本法保住你層樓之後呢，就係其他一般唔多關心，即係喺義方面唔多關心成立自治政府，攞翻自主權，做一個堂堂正正嘅公民嘅一般嘅人都開始注意我哋，或者係願意投票俾我哋。呢個係一個將義同埋利結合嘅過程，呢個亦都係建國嘅過程。建國唔係一班革命家做嘅事，建國係一班有承擔、有國家民族良心、有國魂嘅一群精英，加班願意同佢哋一齊，無論係為咗義嘅原因、為咗利嘅原因，都同佢哋一齊嘅一班嘅普通人。咁之後呢個城邦也好，國家也好，就建成。所以我喺論壇嗰度遭受到嘅攻擊呢，大部分係嚟自嗰啲告急嘅泛民嘅小黨，佢哋係馬前卒嘅目的就係要傷害我哋喺5區嘅盟友，使到佢哋一係落選，一係低票當選。之後佢哋會攞咗呢個議程，大嘅黨譬如公民黨、民主黨，佢哋係贊成嘅，佢哋喺論壇係唔攻擊嘅。佢哋攞咗呢個議程之後，有佢哋嘅盟友，跟住佢哋會重複以前走入中聯辦嘅模式。今次當然唔係中聯辦，係港澳辦，走入去傾一啲一黨一司之利。如果傾唔成嘅時候，佢哋會捆綁一啲令到中共必會排斥嘅議程，而將整個永續基本法嘅過程或者係個議題係搞彎，好容易搞彎嘅啫。佢哋只需要話永續基本法必須要同普選掛鈎，而普選必須要係一人一票提名特首。咁呢個已經俾人大推翻咗嘅嘢，佢哋只要一捆綁成個永續基本法嘅議程，就會被破壞。香港700萬人嘅命運從此淪喪。我哋必須要警惕喺嚟緊嗰7日，會有各種嘅抹黑、各種好無厘頭嘅舊新聞嘅翻炒嚟攻擊我哋，人格上嘅攻擊、包圍、激嬲我哋，使到我哋喺傳媒嘅面前動武嗌交，使到我哋用樓房利益吸引過嚟嘅一班中產、一班溫和派、一班右利派離棄我哋，或者覺得我哋唔可靠。之後我哋一係低票當選，一係落選。故此大家必須要沉着忍，沉得住氣，先至會贏。我哋已經係做咗半年嘅啦，呢樣嘢奮鬥咗半年，而家到咗收穫嘅一刻，天朗氣清，我哋必須要贏，而且要非常光彩咁樣贏。跟住嗌口嗰啲交俾 Marco。全民制氣，香港維新，復興香港，再現輝煌。我想講好短，因為如果講得長，我又及唔上國師咁精密嘅論述㗎啦。喺選舉工程嘅裏面呢，我接觸到幾樣嘢啦。咁簡單講，
有人認為永續基本法或者全民制憲呢啲概念會唔會好難深入民間？唔使問啦，我哋做咁多街站，接觸咁多街坊，你落個站一睇你就知道幾多街坊會明白，香港人開始知道。而面對緊嘅另一個問題就係頭先國師所講到嘅，佢哋大概知道永續基本法係一個嘅難題，係我哋需要香港面對嘅前途危機。但係開始滲入一啲其他錯誤嘅信息，受到其他啲敵方嘅議題式嘅捆綁，佢哋去偷我哋嘅議題。而我哋要做嘅，面對佢哋嘅心理，好多時候香港人點解都仍然會選擇，即我哋呢度在座都知道，冇可能會再揀翻泛民或者翻左膠，但係點解香港人仍然咁留戀呢？在於嘅問題就係佢哋諗緊可唔可以揾多少少非建制派或者共產黨嘅敵人。但事實上，真正能夠制衡到共產黨嘅，就係透過永續基本法，透過城邦論，釐清我哋嘅港中權限，確立我哋嘅自主權。而呢一班嘅泛民左膠，清清楚楚雨傘失敗錄咁大本，都寫唔晒。一路以嚟，我哋知道佢所犯嘅罪行罄竹難書。淨係尋晚選舉論壇問我哋嘅3條問題，已經係佢哋自身嘅罪惡已經彰顯咗出嚟。第一條，佢透過扭曲一啲陳雲嘅言論去攻擊陳雲，但事實佢又偷緊陳雲言論。佢問我哋咩叫關鍵少數？簡單答你哋，熱普城嘅5席就係關鍵少數，就係5個公投。所以對於勝利球迷，話俾佢哋聽，你要贏就投熱普城。熱普城，熱普城，熱普城，多謝大家。再次俾